嚟到 SNG130嘅直播。好啦，各位觀眾，歡迎大家嚟到 SNG130今日嘅直播。今日嘅直播會係足總杯初級組嘅決賽，會係由南華對住東昇。守門員會係94號嘅蔡子圖，有5號黃俊、7號邱仲軒、10號郭晴謙、11號何成淵、14號黑田綠豆、16號温俊、17號歐文樂、18號陳靜謙、19號伊藤宏平同埋98號嘅何直軒。後備有25號嘅雲天樂、37號簡君賢、2號蕭柏林、6號李俊賢、9號和達、12號蕭子樂、22號李俊文、76號嘅胡健日、90號嘅葉禮定。中間就係我哋嘅蘇沙，開波啦！我就講下場波先。半場咁就打咗3分零鐘嘅時間啦。好啦，挺咗埋嚟頭柱，蔡子圖接晒，但係話出咗界在先。佢手力大啲，直接抌上嚟俾蘇沙批入俾蔡國威，但係呢邊何直解圍垂直升降喎，跟住蘇沙想黐個波落嚟，黐唔到就用個肚腩再黐，跟住一扭過埋黃俊落底線之後就3個夾住佢，夾咗出去底線，變咗係角球。好啦，呢邊手係右腳開咗出嚟，哇，好勁啊！頂埋嚟，好似行得都好快，尤其是今日用黃俊，其實亦都係一個防守性嘅選擇。咁就變咗就都係睇定思傑嗰個太甩咗，但係小心啊！蘇沙死啊！蘇沙真係偷甩咗個波，呢邊單刀扭唔過啊！睇下而家好啦，過咗15分鐘一個你當每次3分1啦，睇下嚟緊呢15分鐘點樣踢咯。因為我暫時見頭15分鐘係唔樂觀㗎，你始終你起碼有蘇沙呢個可以改變戰果嘅能力，踢一射。佢有嗰個防守嘅陣型。但係而家就係嗱，因為佢 number 有少少難認嘅10號、16、18、3個 number 好難睇。嗱，呢個直線又穿到啊！郭庭謙左腳佢見到腳啊，即係黑田去搞，然後就好天門熱落就嗌師兄你打翻出嚟，呢邊温俊 set 翻入嚟俾何直，何直回翻後俾温俊，温俊再帶翻落邊線，引咗呢邊嘅蘇沙過嚟，斬埋嚟，天門熱落，哎呀唔到啊！尾柱嗰個係東昇球員頂到先。蘇沙攞住個波，前面又冇人，就唯有一個直線。但係呢邊就落嘅速度就唔夠任亨俊嚟，但係就任亨俊推住一個邊度，而家先慢慢帶住。死啊！呢下咁樣擺埋嚟，好彩尾柱嗰個唔到，飛入到啊！1-0啦咁就。我遮唔到我啊 ，OK 啊。好啦，呢邊就界外球咧，就準備賣手榴彈嘅，應該就黃俊。有冇睇下咁高大啊？手力其實都唔差噶啦。抌咗埋嚟嗱穿嘅，不過就杜馬斯頂翻出嚟，温俊光一腳食唔應啊，人啫嘛。好啦，呢邊就邱仲軒水塞去唔到啊，俾翻温俊 set 埋嚟，冇越位之下咁樣彈個温俊，外邊何庭謙呢下就謝俊毅再破壞咗，炒起咗黃俊。好啦，呢邊先何成淵俾個波落黑田就引咗謝俊毅出嚟，跟住點知就黑田就喺度3碌拎過埋落底線一斬，號碼 C 嚟㗎佢。但係第2點，黃俊冇越位㗎啦。咩啊？下一點吹咗。吹咗咩啊foul啊！foul啊！就喺度，蘇沙喺度，只係任亨俊右腳，斬埋嚟之後，呢邊頂埋嚟嘅美飛河嚟啊！擺上嚟啦，黃俊喺嚟就入埋頂㗎啦，應該。温俊就接咗俾黃俊，黃俊控嗰嚟俾入腳得㗎，轉身成個世界波嚟爭少少。剛才而家係保時保3啦。炒起咗啊！呢球波炒起咗啊！咁就應該差唔多噶啦，保時球證直接吹長雞完場啦，佢都驚蔡子圖上嚟問候佢啊！係近柱位呢邊點樣成個可以做啲配合，直接接埋嚟先頂緊埋嚟，哎呀，但係射唔到任正謙，而家就蕭子樂打條左路。
益成就喺入邊，但係佢選擇益成得唔得？哎呀！超域界山大炒呢個波，但係仍然都未出去。超之後揾到個波先，走唔翻出嚟，俾人拉咗件衫。但係咁樣交俾廖益成，廖益成有冇出軌跡啊？佢自己講嘅。好啦，陳靜軒俾翻過嚟呢邊嘅廖益成，今次係益成係1對1對住呢邊。咦，佢有1對2，但係咦佢咁樣知佢係獲得益成。有佢兩個細粒喺度配合就可以有呢啲好處啊！兩個喺度打短波，喺度打默契。咦，又啱埋歐文喎，歐文落轉身射㗎啦！俾唔俾呢個啊？唔俾，你真係換劉志謙。哦，俾黃牌佢。哦，未晒功，未嗱要俾黃牌。要俾黃牌啊！嗱，所以阿陳震要行出去話佢啱嘅，要俾黃牌啊呢下。呢下你唔係唔俾牌係咪啊？呢下你唔係唔俾牌係咪啊？佢入組咗喎。佢入組咗喎，佢入組咗喎嗱，陳振遠啱㗎啦。佢識聽廣東話咩？佢唔識聽廣東話㗎喎。有冇人識西班牙文？好啦，黑田喺阿和達呢下對住鄭俊毅，過埋鄭俊毅，收唔收正得到俾鄭俊毅呢個波出底線。再俾翻陳靜謙。係啦，呢個位又俾黑田先啱嘅，益成係假嘅，咁啊引咗洪正業過嚟，嗱而家就修正啊，睇下俾唔俾翻益成，冇錯，益成救翻就去右腳，掉落個尾柱度，獲得，好啦，黑田直接掉埋個尾柱度，係咪俾益成？唔係啊，俾陳正謙嘅。冇得走啊，係上你，咁啊大腳揮落嚟。佢都係俾蘇珊嗰點喎，唔係好似俾朱家俊喎。嗱，蕭子朗呢下，哎呀死啊！哎呀，哇！嚇！有拉到嘅，但係嚟咗場，有到才知道，有。肯定攻埋呢一 round，我先慢慢講下古仔你聽下，甚至你個南華球員頂咗出嚟禁區低，哇呢邊咁樣甩咗俾和達，鏟唔低和達就自己推啦，拉都拉佢唔跌，過埋呢邊杜馬斯出唔出招技術，鄭俊毅好嘢，啊佢嗌有啲振奮啊士氣啊佢先至大腳放俾和達，嗱佢一下就可以自己火星撞地球，呢邊黑地的軌跡玩中人，和達起身攞得分，右邊消費上唔上嚟？哇！出腳黃牌最低消費揞咗出嚟啦！嗱，和達睇佢起尾都新啊，仲要走埋嚟，尾柱伊德拉皮，處邊益成啊！呢邊到益呢個真係益成啊！咁樣轉身俾人攔低又俾得益，呢邊兩蚊咯，唔得 ，Ryan 斬落嚟呢邊伊和達轉身落嚟，炒起佢，手球啊！得我睇，我落去睇，直接吹埋完場啦！嗱，我而家慢慢睇。蔡子圖今日救咗12碼先，係啦，而家最後就集氣啦。射12碼嘅次序，我諗都係一早賽前定咗㗎啦。係啊，再跑一射，再救一次。一射，一球，杜馬斯右腳助跑走埋去。哇！暫時總比數2-2，第二輪嘅第二球，廖益成一射。一射，哎呀！新進隻手係有啊，蔡子圖。何直軒右腳一射，救到。一射埋嚟。客運嘅卓文其實都唔差嘅。係陳正軒一射，中柱一射第5輪，一射完咗。好啦，恭喜東昇就贏到呢一個嘅初級組足總杯嘅冠軍。
嗱，可以逼到對手射12碼，算係咁噶啦，其實。亞軍都有獎杯嘅，係啦，咁就俾個中間位佢都攞住嚟頒獎啦。好啦，呢級而家我就要望名單，我就要企翻落少少睇啦。係去到落後，甚至去到係真係就係俾人絕殺嘅，但係去大賽之後救咗12碼先至有機會嚟到互射12。